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！又有子華今晚上跑馬一又同大家加碼，咁啊嚟緊咧星期三啊22號嘅賽事等大家啦，跑馬地嘅 B 欄嘅賽事啊，今次照舊啦，介紹啲有啲分頭嘅馬推薦俾各位觀眾啊。今次呢個馬房咧都久尋一段時間啦，今次嚟講我覺得手馬都幾對版嘅，冷冷地不妨大家試一試佢啦嚇。好啦，咁啊先嚟頭場嘅賽事啊，5班千二米講起啦，咁啊呢場賽事咧揀翻上次揀過嘅3號力險大將。咁啊，上次賽事585場次啊，咁當然嘅一檔咧都真係跑得幾失望下嘅，講真都。咁啊，同大家睇睇呢場賽事到底佢點樣跑法啦，係幾失望嘅呢場賽事，啲模擬上走位啊，乜嘢都好，係非常之失望嘅。咁睇一睇啊，大家。一開就出閘最快嗰隻，基本上就係嗰隻力險大將。大家踩硬紮嗰隻咧，白白的衫啊，紅帽嗰隻咧就係佢啦。咁前面有啲咩馬走咧？咁你見到咧嗰隻千杯啦，同埋嗰隻藍雀爺抌喺前邊，拍住力險大將嗰隻已經係天喜運嚟㗎啦，都已經都。咁啊，今場頭馬喺邊度啊？暫時喺個尾4嘅位置度啊。1號係有情有義，咁出邊有隻黃黃的衫啊，節節有福，其實已經交代咗贏咗馬㗎啦，再咁嘅縮情啦，係咪先？呢場賽事係亂嚟咁跑啦，可以都。咁有情有義再出喺4班咧，1400啊，都可以繼續上到名嘅。咁啊，證明咗能力係唔差嘅。咁前面係千杯繼續放啦，跟住藍雀爺咧，跟住力險大將，哇！諗住呢個位咧，收少個崩都唔制啦，個位咁正係咪先啊？咁啊，因為嗰個叫做天然嘅 box 位俾咗佢啦，咁而家已經轉2碟出去㗎啦，都已經都。咁啊無劑無阻咁樣，哇！去到呢度大佬做咩停喺度嘅？完全唔識跑咁樣嘅，好似都。咁後邊咧，你會見到咧有啲咩馬上緊嚟咧，就係嗰隻天喜運啦，入邊嗰隻咧輕鬆大笑啊，咁啊落飛嘅臨尾度，咁啊結果啦衝下近啦，跟住嘅有情有義 black 啦，咁啊出邊又打上嚟啦，甚至咧嗰隻叫做駿馬之星啊，都喺後邊度打上嚟咁樣嘅。咁呢場賽事點解跑得咁差咧？力險大將咁當然我歸咎於一樣嘢啦。跟前咗，咁啊平時夜馬咧，其實都唔係走啲咁嘅位嘅。咁你見到奧爾文都講啦，陣上咧就佔取有利位置啦。咁早段咧就有反應喎，其後就多退啦，開始都。咁啊夜馬嗰陣咧係651位，咁你見到佢冇佢手咁前嘅，甚至入 Q 個鋪都係啦782位咁樣嘅。咁個位置就大概都係留翻住少少追會好啲，拗到咁前係唔得嘅。加上有個變數，原來加咗個眼罩真係唔掂啊 ！B2 啊，你見到我加咗個 B2，咁啊取上馬房唔知點解屎忽痕加個眼罩上去，今場即刻掹翻啦。咁當然今場賽事就唔係奧爾文跑啦，換咗呢個布浩榮跑。布浩榮落地第一鋪谷草真係唔知發揮成點，但係跑得翻嗰啲野馬水準嘅話，呢匹力險大將咧絕對冇可能咁差。尤其是上次同大家睇嗰課咧，800米嗰課集咧，其實都幾強勢嘅都。奧爾文試嘅嗰課集，咁前面啲馬雖然揦渣少少啦，咁樣，但個餘勢好好嘅呢組集都。咁你諗下嗰啲叫做咩啊？雙劍合璧又好，精英奪冠都好，咁起碼都叫做可以上下名先啦。喺啲新馬賽，雖然話唔多馬，係咪先啦？咁啊，以佢後嗰個追勢嚟講係非常之好。只要呢匹馬留翻住小跑咧，唔好再咬咁前嘅話咧，攞翻啲遮擋跑掟出去衝嘅話咧，呢匹咧力險大將，我覺得呢場賽事入邊咧絕對有機會可以叫到湖。咁當然呢場賽事其實咧都幾多一啲叫做不明嘅馬喺度嘅，例如啦4號嘅聶寶勤啦，今日場會熱㗎，相信都會收埋個一檔咁啊，天然都係嗰啲叫做咧抌喺前面走嘅馬啦。蔡學咁排又有勢喎，嗰日咁多 win 係嘛？但係呢馬好難贏嘅，你唔知佢熱到咩程度執咗佢一檔係嘛？另外上次跑得好嘅千杯咧，頂個第2翻嚟啦，都係順走嘅咋，都係已經都係。咁啊，另外可能就係天喜運啦，潘頓跑咗上去上次近啦，咁嚟到呢個27分應該可以反彈下咁樣嘅，但係又係唔係好穩健。咁啊，聶寶勤同天喜運就個缺點就係唔穩健咯，咁所以變相我自己都攞得搏多次呢匹力險大將。今次隨住馬房都有啲攻勢嘅，電信驕陽啦，啱啱講嘅仲有一隻馬啦，力險大將都幾多馬都抌咗出嚟嘅。咁睇下布浩榮今次咧好冇跑翻場好戲啦，留翻住朝追好㗎啦，你唔使9咁前嘅，守個2碟位置更加好，咁啊掟出去衝一段啦。呢匹力險大將啦嚟到呢個分咧，我覺得 OK。只不過今季玩完咁耐咧，得1 win 啫，係咪先？其實用嘅時間唔多喎，呢匹馬都。10月跟住12月、1月、1月、3月、4月用嘅幅度唔大嘅，冇好多馬咧用得都7、7、8、8㗎啦。佢呢匹馬體力咧應該仲有喺度嘅，咁所以匹3號力險大將咧，今次咧上次輸咗錢，今場再追多次啦，用翻啲啱我心水嘅跑法咧去跑咧，應該都會 OK 嘅。
咁介紹你匹3號力險大將1面3氣。接住落嚟介紹第8場嘅賽事3班1800米。咁呢場賽事咧，終於見到奔放換人啦，頂唔順啊！個騎師都真係係咪先啦？連番搏失，連番唔知做緊乜嘢，自己都係嘛？咁所以要換人啦。但係係咪一個好嘅現象咧？咁我覺得都未必嘅。今場賽事咧，其實都我諗中國心又好啦，有人威馳都好啦，其實都係一啲偏向都係熱門定甚至升班嘅長勝將軍，都係佢3大巨頭呢場賽事都咁加埋就奔放。咁揀翻呢匹風神啦，8號啊，冷門啊，求一求佢。其實呢匹馬咧，其實有少少覺得咧，比阿徐雨石咧有少少谷度都幾閒下嘅，尤其是前排3 win， 咁你見到其實贏個鼻位啫，佢就係正正跑2200米贏奔放，咁嗰場咬前咗嘅都，咁之後嗰啲賽事點解跑得咁差下嘅咧？場場都可以講下有得解釋嘅。再出個鋪第3啦，其實都輸3個幾馬位啦。嗰場無疑上我覺得都跑啱嘅嗰場賽事，但係嗰陣遇啱啲發財先鋒桃花開咁，桃花開嗰啲再好高分啦。後面火焰閃爍啊、安可啊、英俊飛驅嗰啲典型一啲3班馬嚟嘅。再出咁啊跑過第4，咁啊跟前咗嗰場賽事啊，完全冇嘢睇啦，跑過第4。再出2場幾人安，2場塞車，又可以擺即佢抹咗佢啦。542場次咁揾到中軸禮跑，完全一滴飛都冇。留意下上場584場次，巴路點跑呢場2000米啊？呢場2000米就相當之過分，啲步速形勢就係好難就嘅。咁啊睇呢隻叫做風神點跑啊？好啦，咁啊一出閘嗰陣咧，咁啊風神咧就留喺後啲位置啦。你見到嗰隻咧叫做棗紅色衫嘅咧就係風神嚟㗎啦，都已經喺稍為後啲嘅位置。再後啲仲有隻榮進大頭，今場同樣都係蝕步速㗎。咁啊前邊有咩走啊？嗰隻有熒光咯，最醒目係佢啊！今場賽事，不過最跑得最差就係出邊嗰隻奔放，竟然俾有熒光自己賣，咁啊真係完全係搞笑啦！第3位嗰隻就係勁大威猛啦，拍住嗰隻叫做發財先鋒第4啦，係咪先啦？第5嗰隻咧就係我隻安帝，安帝就咬人啊！今場賽事大家都仲記得啦。出邊就係嗰隻富裕君子啊，後邊嗰隻咧就叫隻火焰閃爍。咁啊，再後少少就話你知啦。咁啊，完全留咗較後咧就係嗰隻咧就係風神啦。咁啊，首個叫做3位咁樣啦，尾3啊，再尾咁就風榮進大道同埋嗰隻叫做快路喺後邊。咁呢場賽事你哋會留意到啦，嚟到1150米左右啦，步速非常之慢。第2段開到24秒85啊，咁前戰馬一定係賺到飛起啦，超級慢步速，咁啊冇人變奏，咁啊大家都係要定住翻嚟咁，而且咁啊完全係冇得追嘅場合嚟嘅，可以咁講。有熒光面上呢場賽事啊贏得非常之輕鬆啦，因為你睇啲時間，大佬哇都慢到真係飛起咁滯嘅，都唔知點解可以容忍到呢啲步速發生。第3段25秒14啊，仲快仲慢少少。咁而家開始啦，叫做一定要加快啦，因為你咁慢咗啦嘛，咪後邊啲馬咪蝕底咯咁樣。風神仲喺尾3個位置啊，咁呢個位都佢非常之不利嘅啦，都已經亦都可以講話輸 Q 咗咁滯嘅啦，都已經到入到直路啦，前邊有熒光推進啦，跟住奔放推進啊，勁大威猛啊，嗰啲馬全部都開始騎嘅啦，都已經到咁彈嚟咗嘅啦，已經到入邊仲有隻安帝咁樣啦。咁啊風神一係邊個位置啊？仲喺懸欄嘅位置就騎緊上嚟嘅，強如火焰閃爍多過呢場賽事，你見到咧都唔係撲得近嘅，反而嗰隻風神咧，其實我覺得咧仲好細少少，反而佢仲要蝕咗 pacing 嘅，咁臨尾追翻上嚟咧，其實都係輕輸步頭嘅啫，蝕步速之餘，咁啊亦都係亂跑 hea 跑嘅，咁我覺得呢場賽事咧風神都幾勁。留意一下末段時間開21秒84，究竟係乜嘢概念咧？全場最快末段就係呢匹風神。咁啊，你見到啦，賺喺前邊賺步速都好啦，22秒36，基本上同大家講話，喂，last 其實爆 last 一段咁滯，但係前面馬咪撳慢咗，着數咯，係咪先啊？咁啊變相咧，你見到哇，隻都開22秒幾嘅，係咪先？連嗰啲勁大威馬都開翻22秒28喎，係咪先啊？因為賺啊嘛，諗喺前邊，火焰閃爍都開22秒07，咁風神就開21秒84。咁我覺得呢組馬嚟講，佢爆得都算勁啦，匹風神都。好啦，近排啲沙田啲積咧，佢應該就真係唔夠揼嘅，亦都可能嚟到64分，真係卡住咗佢啦，已經都。咁所以變相咪要求出路咯。谷草得過啊，贏過2200米。咁啊呢組賽事望落去啦，奔放智勇名區應該會走啦。咁啊中國心應該今場熱門嚟啦，相信都係。
跟住5號嘅有形威馳，究竟又真係咪成日咁連換腦咧？唔知，因為之前巴路炮，今次換拉叔，咁實熱咗㗎啦，呢啲馬都，甚至長勝將軍都好，其實已經揸咗兩邊喺手㗎啦，都已經都，不過越贏越輕鬆咁解嘅啫，係咪先？咁變相啲馬咪可以攻擊咯，我自己覺得都。9檔嘅風神咁又究竟咩跑法咧？留喺後邊啦，守個2碟位置啦，掟出去衝一段咧，我相信呢個風神做到。氣量佢唔使擔心啦，佢贏過2200米，氣量絕對係夠呢匹馬都。咁所以嚟翻呢個1800米嘅路程咧，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更加 jet 數嘅。咁所以咧呢匹風神咧，我自己咧同佢分咗手一段時間㗎啦，都已經都咁啊。近排見翻佢咧，啲功夫冇乜點甩漏，咁啊係時候換下人啦，換咗巴度，咁繼續都係巴度跑啦。呢啲馬有啲賠率咯，俾咗大家咯，係咪先？你唔好諗住佢我真係要減分啊！喂，講真啦，呢組賽事我咁講啊，奔放又好，中國心又好，長勝將軍都好，邊隻都係搏多㗎啦！呢場賽事係咪先啊？尤其是奔放呢啲係咪先啊？一定係搏多㗎，係咪先？大家都係搏多嘅時候，咁我不如簡直有啲分頭啦，風神啦，係咪先？加埋尊重㗎嘛，阿石仔馬房都幾多馬啊？咁頭先講過介紹嘅力險大將、電信驕陽、燭光晚餐、風神4隻馬，全部都係一啲有機會嘅馬嚟，亦都係近叫做馬房叫做稍為好啲嘅馬嚟啦。今次4隻出晒出嚟，咁我揀咗呢2隻，其中要推介俾大家啦。咁啊，今次嘅心水就係第1場嗰隻啦，5班1200力險大將。第8場3班1800嗰隻風神，咁希望大家中意我哋節目，下集見，拜拜。